Rai Ruben，我係讀緊6年級，我係嚟自八鄉中心小學。Purka Diwas 係一個紀念 Gorkha 嘅日子。Gorkha 係我哋嘅祖先，佢哋係勇敢、勤力嘅象徵。佢哋喺過去獻出咗佢哋嘅青春，甚至生命，為咗人民嘅服務，致令我哋有更好嘅生活同埋未來。世界各地嘅尼泊爾人都會選擇喺今日去舉辦唔同嘅紀念活動，表達對佢哋嘅尊重同埋敬愛。呢個紀念活動對小朋友同埋家長都有好大嘅幫助。我哋亦可以藉著參與呢個活動，加深對 Gorkha 嘅認識之餘，亦可以加深對香港歷史嘅認識。多謝社會上唔同嘅團體，多謝所有參與籌備活動嘅學校，多謝所有老師、家長同埋出席嘅同學。請你哋繼續支持同埋參與呢個活動，俾我哋對 Gorkha 嘅思念同埋敬愛繼續延續落去。多謝。